13. 询问时间。就是对村之话，今天是几号？别人催把嘎村日。别人催把嘎村日。今天是7月4日。别人打瓦东北催1日。别人打瓦东北催1日。今天是星期几？别人咋几日？别人咋几日？今天是星期一。别人咋打瓦日？别人咋打瓦日？你的生日是哪天？七七西嘎尔哪日？七七西嘎尔哪日？我的生日是9月7日。你西嘎尔打瓦隔壁催等日？你西嘎尔打瓦隔壁催等日？明天是星期二。送你咋密码日？送你咋密码日？后天是星期三。弄你咋老八日？弄你咋老八日？昨天是7月3日。卡送打瓦东北催生日。卡送打瓦东北催生日。上个月是6月。打瓦年马猪八日。打瓦年马猪八日。下个月是8月。打瓦吉马节八日。打瓦节马节八日。去年是2005年。拿洛你提提阿洛日。拿洛你提提阿洛日。今年是个吉祥年。大陆呢扎西比洛西日。大陆呢扎西比洛西日。明年我们再相会。送罗儿俺做哪样家用？送罗儿俺做哪样家用？你是什么时候来的？去哪用完人？去哪用完人？我来了几天了。俺用呢，你妈看些人送。俺用呢，你妈看些人送。你在这里耽搁多久？去你的那几张都抗约？去你的那几张都抗约？我耽搁几个月。俺打瓦看些都抗约。俺打瓦看些都抗约。现在几点钟了？打算出去干村日？打算出去干村日？2点过5分。出去运动干嘛俺日？出去运动干嘛俺日？现在几点了？大大的出去干菜日？大大的出去干菜日？8点正。出去结巴叨叨日？出去结巴叨叨日？你什么时候上班？去来个哪着个？去来个哪着个？该8点半去。出去结冻洗个头着个？出去结冻洗个头着个？中午什么时候休息？你跟哪张俺所洗的日？你跟哪张俺所洗的日？12点。出去9:08了日？出去9:08了日？下午什么时候上学？洗着日落着哪着个？洗着日落着哪着个？2点1刻去。出去运动干嘛叫你头着个？出去运动干嘛叫你头着个？快一点，该上学了。9把几，落着着人头。9把几，落着着人头。几点钟吃晚饭？公司哪啥日？公司哪啥日？是6点钟。出去准备头日？出去准备头日？晚上你有空吗？公末去一看。公末去一看。晚上我要看电视。公末日俺凌晨打给。公末日俺凌晨打给。早晨什么时候起床？后把哪早弄给？后把哪早弄给？7点钟起床。出去东北头弄给。出去东北头弄给。起床了，
大家等你好久了，龙虎，从面去用人沟送。龙虎，从面去用人沟送。哦呀，我马上起来。哦呀，俺大大龙用。我呀，俺大大龙用。藏族谚语，百节当百，年纪了各闲呐，才记了各名头。年纪了各闲呐，才记了各迷途。一日当小偷，终身背罪名。